てです。お This is for the first time. うん Yeah. So, いや本当にいろんな文化だったり音楽もそうですけど、街並みだったりいろんなカルチャーにこう刺激をもらってます。嘿，所以丽丽讲，她说这虽然是第一次的来到台湾了，不过短短的时间当中，她已经可以感受得到，不管是台北这个城市的文化也好啦，什么建筑也好，或者甚至于它的景色也好，那个不一样的感觉，她已经觉得印象非常深刻。Kiju さんも今回初めてですか？初めてです。で、台北っていう街はどんな感じ？すごい暖かくて人も暖かい。すごくいいところ。这个 K 局长也是第一次来台湾哈，他说第一个印象就是热，热到不行，但是感觉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，他很喜欢的一个城市。有没有我们这位可爱的小地主带你们去宁夏夜市啊，吃吃喝喝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好料吗？还是其实 Julia 自己本身也不太吃什么美食吗？そうですね。egg cheese chicken bird。哎，等会鱼蛋。鱼蛋的人家明明讲 bird， 你鱼蛋真的吗？他英文是讲说什么 bird egg cheese 鸟蛋，鸟蛋哦，鸟蛋，对对对，所以 bird cheese yes chicken yeah that was so awesome 鸟起司鸡哈都有。那是被苹果偷拍了是胡须男是。想问一下你们认识多久？因为你知道香敏老公很在意这件事情。是吗？他没有在意哦。对。哎呀，毕竟香敏老婆实惠了呢。我只能说，首先谢谢大家有关注我，这么刚出来的一个新歌手，就是谢谢大家有关心这一块。那个我最近是有认识到一些新朋友，对。所以是还在了解阶段。对对。谢谢风在孩子上面。其他关系。